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1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，以赛亚书第51章第1节到16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15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安慰。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当中，他提到了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安慰他们。耶稣基督他代表了上帝与人同在的应许，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。他降生的目的就是要赐下安慰。圣经中有许多安慰的话语以及应许，彰显了上帝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。上帝是赐下大爱的上帝。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到第5节，这样说道：在我们各种患难中，他安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，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。正像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的苦难，我们也借着基督得到许多的安慰。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，天使、天军向旷野中的牧羊人们显现，其实这个就是展现了上帝的安慰与赐恩。因为他差派天使、天军到没有人理会的旷野中之牧羊人们当中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还让他们这些人得到了耶稣降生救恩的福音的第一手资料。上帝也应许我们说，我们的岁月在你的震怒下缩短了，我们的生命像一声叹息消失了，我们的一生的年岁不过70，健壮的可能到80，但所得到的只是劳苦愁烦，生命转瞬即逝，我们都要如飞而去。这是诗篇第90篇第9节到第10节。以赛亚先知在面对受辱的以色列人，他安慰他们。先知也要请以色列人思想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过去其实也是无望的人。因为呢，他们非常到年老，到了非常大的年岁，还没有子嗣，但却因为上帝的怜悯恩典而赐给他们后代。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人说，圣经的记载，上帝说，希望蒙救援寻求我帮助的人呢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想一想你们的源头，想一想你们的背景，想一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。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儿子，但是我赐福给他，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。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，
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。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像伊甸园，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。那里必有喜乐，有欢欣，有赞美，也有感谢的歌声。以赛亚先知他又提到了上帝对哀求拯救的以色列人的回应，说道：上主说，我是我安慰你，你为什么害怕必死的人呢？他们不见得比花草长命。你忘记了造你的上主吗？是谁张开天幕？是谁立了根基？你为什么老是惧怕逼迫你的人，惧怕想毁灭你的人的怒气？他们的怒气并不能伤害你。被捆绑的人快要得到自由了，他们将享长寿，将得饱足。我是上主，是你的上帝，我的名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我搅动海洋，使波浪汹涌。我铺张天幕，立下地的根基。我对耶路撒冷说，你是我的子民，我向你传授教诲，我用手保护你。上帝是保护，是安慰，是使人得饱足，并使受捆绑的人得自由的上帝。上帝拯救人，使人得自由，赏赐平安，赐下安慰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马太福音第12章第15节到21节这样记载说，耶稣听到这消息，就离开那里，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治好了他们所有的疾病，吩咐他们不要把所有的张扬出去。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：看啊，他是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我钟爱他，喜爱他，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。他要向万民宣告我的审判。他不争辩，不喧嚷，也不在大街上叫喊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要坚持正义，直到正义得胜。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希望。公元2000年的时候，福音运动就取名为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。是的，耶稣基督是世人的希望，是现代人的盼望，他是你我的希望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我们基督徒就应当学习将所有的需要来向他倾诉，因为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到安慰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，他的工作也是我们的福分，所以抓住这个祝福，学习每天读经、祷告，与主耶稣基督建立稳定而亲密的关系，
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必得救，就必得安慰。诗篇89篇第5节到37节篇幅比较长，请兄弟姐妹自己来研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应许赐下安慰，使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都能够得蒙救恩。特别当我们在心里苦闷的时候，能够得蒙安慰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